特別嘅 NBA 球場，亦都係呢個舞台上面。其實喺行嘅時間見到好多好多好球啦，我哋比賽。今日就係好多嘅球迷、好多 fans 去睇翻你哋啦，個感受係點樣啊？我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咯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Mirror。大家好，我係 Eden。好，我係高東。Hello，我係 Stanley。今次十分之榮幸啦，可以有幸出席呢個活動，因為我哋三個本身都係好中意打籃球，超級 fans，所以今次對我嚟講，即係唔止係一個工作啦，仲係一個使命。咁所以好開心可以同在場咁多位一齊分享打波呢個喜悅，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 NBA，繼續中意打籃球。Stanley 啊，即係細細個都同你一齊打籃球啦。今次喺 NBA 嘅木板上面打波，嗰個感覺係點樣？其實好感動嘅，因為其實即係你知我中學已經係一齊打波啦，跟住之後已經睇